開心嚟到珠海同樂施幼兒園進行教師專業交流活動。我認為呢一度嘅學生體能嘅發展同埋自由探索係有得天獨厚嘅條件。我哋參觀最大嘅感受係開闊咗眼界，取長補短。我欣賞內地幼兒園嘅硬件資源、國家情懷教育嘅規模同埋嘅成效、科技應用同埋老師嘅專業技能。我哋會堅持香港以兒童為本嘅教育理念，對個別差異嘅尊重，遊戲學習嘅實踐。中港交流最寶貴嘅價值係佢提供咗一面鏡子，令香港教師唔單止睇到內地嘅教育有飛速嘅發展，更加清晰認識到自身教育特色同埋優勢，從而思考喺一國兩制之下培育兩地之長，為香港幼兒提供最優質嘅學前教育。